大家好，我背心大師翻到嚟怪獸8號嘅 game， 限時拳套奇哥路同埋切斯特即刻開抽，記住3個10連抽咧就會送一次免費嘅，目標係一個奇哥路加一個拳套，一個切斯特，不需要切斯特武器。一陣再解釋俾大家聽點解。好，頭10抽先搞掂切斯特，中唔中先？哇，頭10抽即刻中咗。今日喺唔同 game 度抽卡咧都非常之好運啊，開心。完事啦，切斯特個武器係唔需要抽噶，我哋可以喺商店度換，一陣間俾大家睇下。商店度咧有一把差不多嘅武器可以做代替品，一陣間俾大家睇下。跟住目標係一隻奇哥路同埋一個拳套。第20抽測試下個運氣先。哇 ！Oh my god， 係咪即刻中咗啊？應該係奇哥路嚟㗎呢個。呢啲運氣咧真係唔係成日有。20抽中咗2隻新嘅限時角色，今日就要小心啲出街。咁我哋同一個限時池啦，要抽3個10連抽啦，先至可以做嗰個免費抽，咁咪做埋佢啦。總共喺奇哥路呢個池度咧要抽40次，其中10抽係免費嘅，睇下可唔可以中到個拳套咯。計埋切斯特嗰10抽咧，呢個係40抽，冇嘢中啊。好，跟住50抽咯，呢個10抽係免費嘅，咩都唔需要啊，只係需要呢個限時奇哥路嘅拳套啫，免費嘅。第50抽，延續我哋呢個歐洲背心快車，哇，中多隻奇哥路喎，可以做突破，但係死火啦！佢嘅拳套係相當之重要，俾大家睇下點解先。做咗個靚突破覺醒階段1先。首先望下呢個限時拳套啦，佢係加打屬性傷害同埋 attack 嘅，即係攻擊，分別咧係加15%同埋25%，相當之多。咁我哋睇下舊嗰個4支公個拳套咯。呢個拳套擺明就係俾坦克用噶啦，加 defense 啊、傷害減輕等等嘅。但係我哋呢隻限時奇哥路咧係一隻攻擊手嚟嘅。所以唔係幾啱用啦，我哋繼續抽啦。計埋頭先免費嗰啲咧，就而家第60抽，用光晒啲運氣啦，冇嘢中。繼續消耗我哋嘅次元晶，第70抽，死啦，用晒都可能未必中啊。第80抽，80抽埋呢個咧就有一次免費嘅10抽，又係冇嘢中。免費嘅第90抽，食粥食飯就睇你啦。達陣啊，啱好中咗 FS 萬利，搞掂晒，今日要做嘢都做完啦。好啦，點解頭先我話切斯特嗰把武器咧係唔需要抽咧？首先咧佢係一個支援者啦，睇下佢把武器有咩用先。佢把專屬武器咧就加自身攻擊啦，同埋發動戰鬥技能後就賦予全體造成傷害加9%。之後去到商店冇用之證呢度係有2把步槍俾你去換嘅，呢啲點數咧你通關激鬥區域就可以攞噶啦。第一把啦 AR 克尼俄斯啦，加治療倍率咧暫時冇用嘅，加全體必殺技嘅量表加3，好似好少，因為300先至好似出到必殺技，唔緊要。有第2把，我哋睇下呢一把先。戰鬥開始時賦予我方全體 speed 加4%，即係速度啦。然後發動必殺技之後賦予我方全體 attack 加6%。當然啦，梗係冇佢專屬武器嗰把咁勁啦，因為專屬武器發動戰鬥技能就已經可以觸發個9%，加減用啦，慳錢啊嘛。你可以喺單部件衣服嗰度刷呢個必殺技計量表上升率啦，有啲幫助嘅。好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channel 啦。希望你都可以搭上歐洲背心快車，輕鬆抽到呢2隻角色啦。亦都打開你嘅小鈴鐺，有新片嘅時候就會通知你。下次見，拜拜。